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，扮演住全球金融業務嘅重要樞紐。喺呢個蓬勃發展嘅金融生態系統中，盛俊公司作為中國石化集團境外唯一嘅資金集中管理平台，肩負住眾多使命。盛俊公司於1995年喺香港註冊成立，主要業務包括境外結算、籌融資、現金同外匯管理、境外帳戶資金監控、股權及金融融資等，以香港為中心，為全球佈局，為集團東南亞、歐洲、非洲、美洲、中東及中亞地區嘅企業提供24小時配套金融服務及跨境資金調度便利操作。除咗盛俊公司所提供嘅金融服務，喺金融資金管理嘅領域中，風險管理亦扮演住至關重要嘅角色。保險係其中一個關鍵嘅金融工具。中石化保險有限公司於2013年10月成立，經香港保險業監理處現香港保險業監管局特許並授期監管，開展專屬自保業務。2014年起正式營運，2015年起獲標普信用評級 A+，展望穩定。公司發展至今已形成能源建工、貿易儲運同意外健康三大業務條線。可以話，盛俊公司同中石化保險好似明亮嘅燈塔，為中國石化集團嘅全球業務提供堅實嘅支持同保障。佢哋唔單止承載住重要嘅職責同使命，更加以專業嘅服務同卓越嘅業績，助力中國石化集團喺全球市場中穩步前行。